The Chosen 選民，文章題目：兔子與老樹，作者木木。文章源自點亮心窗，聲音導航者黃妙常。喺森林嘅深處有一棵老樹，枝幹枯乾，樹皮斑駁。小動物佢哋都叫佢做老樹，佢就孤零零咁樣喺嗰度，連雀仔都唔願喺上面停留。小兔子朵朵佢搬到嚟呢個森林，發現咗呢棵樹，雖然睇起嚟毫無生機，但係樹幹嘅縫隙間啱啱好就俾佢可以藏身。朵朵就話啦：就這裏吧。佢決定將老樹當做遮風避雨嘅屋企，而其他嘅動物卻係冷嘲熱諷佢：你將呢棵枯樹當做屋企，等大風一嚟啊，佢就會冧啦，連你都會遭殃啊！朵朵就冇理到啦。佢就默然清除咗樹根周圍嗰啲雜草添，仲挖咗一條溝渠，引啲溪水就流向樹根。冇幾耐之後，森林連續落咗幾場大雨，溪水暴漲，淹沒咗周圍嘅土地，好多動物嘅巢穴都被沖冧咗啦。佢哋紛紛咁樣四處逃走，朵朵卻係一啲事都冇，因為呢，佢係挖咗一條溝渠，將啲水引走啊，咁樣就保護咗老樹同埋佢自己嘅屋企啦。暴雨過咗之後，朵朵又發現老樹生咗啲好圓綠嘅芽。呢個就會俾朵朵歡喜到不得了，佢更加之悉心咁樣照顧老樹，甚至冒住風險跑到好遠嘅地方嚟到刮一啲肥沃嘅泥土，覆蓋住樹根嘅周圍。老樹嘅枝幹冒出越嚟越多嘅嫩芽，仿佛就好似同朵朵講聲多謝。幾個月之後，樹上嘅綠葉繁茂，吸引咗松鼠同埋啲雀仔翻嚟，啲動物都目定口呆，冇辦法只相信老樹會有咁奇蹟嘅復活。而朵朵就因為相信希望藏喺每一個微小嘅行動裏邊，竟然俾大家睇見，只要不放棄，再枯萎嘅生命亦都可以找到重生嘅機會。我們不喪膽，外體雖然毀壞，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。哥林多後書4章16節。在格尼撒勒的湖畔，你呼召我舍下一切就跟了上去，忘了回头说一声，就如此前进，去行无法回头的命地。在格尼撒勒的湖畔，你呼召我舍下一切就跟了上去，忘了回头说一声，
就如此前进，去行无法回头的命定。因我知道你是我的供应，我知道你是我一生的拉比。我看见你是神对我拯救的怜悯，我决定没有后悔的生命。你的话语怎么说，我怎么相信？你的话语怎么说，我怎么决定？你的话语怎么说，我一生的路径，我已经决定献上我